立法院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日前话讲要来上罢，政务委员陈时中对咧话讲，2月7日开始要拼全台湾大罢免，这是互国民党真不满。讲国民党内有人发出着以罢制罢，搁打算要来成立着罢免指挥部，甚至要扩大战线，参观区议员嘛要做伙来罢免。结果民进党的立委回击讲。 无诉求就来罢免，根本是乌白罢。小心来这边请。伫结婚站的头前摆倒甲椅仔搁菜旗子，来罢免人数的人真多，拢是针对哪样立委徐卡心、王宏比甲罗志强。那地址的部分都是照身份证填写。新北市棒球要罢免哪样立委业关系的团体，也设立站点收集人事数。那伫上榜，41位国民党的区域立委全部拢互柯一笔即波罢免掉。国民党41个区域立委一定要罢免掉。就算民进党内意见不同，也不会讲公民团体罢免是自发性的行为，也毋过一口气哪样吞袂落，传出国民党中央将要成立罢免指挥总部，面对立营罢免的攻势。虽然也未决定是谁要来主导，要安怎运作。 也毋过哪样内部要叫人倡议正面对决，以罢制罢，甚至搁要扩大战场。国民党绝对不避战，也会以战制战，不仅会有完整的兵棋推演，也会备好18套剧本来做因应。哪样强势回应，更加点名要对吴思瑶、吴派系、苏卡辉甲张凤玉采取罢免的行动。另外，为了纠决士气。 签立3块王定宇、王哲也被锁定，当来有人提议要扩大战线，将苗圃仔、戴维山、王庆辉、王秀丹等人各地立委同齐罢免。因为是吴思瑶的子弟兵，就要把这些年轻人拖下水，这不是乱罢，什么是乱罢？罢免条拖甲贵世界，嘛互调也对立的局势更加严重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